為要講故事俾奶油豬同奶油豬瞓覺啊。乖寶寶，快瞓覺。佢話想聽故事，今日我就同奶油豬講故事啦。我今日喺屋企揾本書先。我最近睇緊啲塔羅書，我揀咗呢一本塔羅解牌研究所嘅。咁呢個呢，佢係第一集嚟嘅，有分好幾集。咁我覺得入邊啲嘢幾有趣，等我講俾奶油豬聽到佢氹下佢瞓覺。係啊，姐姐講故事嚟聽。係啊。睇下呢本書講咩先。佢第一章係講22張大嘅塔羅牌大牌。奶油豬有冇聽過塔羅牌呢？依家同你講個故仔啊。塔羅牌有分好多種嘅喎，佢話佢分大牌先嘅。咁呀，第一張牌呢，佢就係一個零嘅序號啦。咁第一張牌愚者。咁佢呢張牌呢，就講緊佢呢個愚者係不受任何事物約束，歌頌無限嘅自由。你知唔知點解呀？佢話因為佢身上面有一套裝束啦，孭住一個輕鬆嘅行囊啦，悠遊漫步嘅旅行者。咁佢一手呢，就拎住摘下嚟嘅一個白玫瑰，睇落去呢，就喺度好盡情咁樣唱歌，好自由。不過呢，喺佢隻腳側邊呢，前方呢係冇道路可以行㗎喎，因為佢前面係一個懸崖嚟㗎。咁有狗仔啦喺一邊喺度提醒住佢好危險啊。咁但係佢都唔係好清楚咩回事啦。咁繼續向前行。咁呢，佢話愚者呢嘅牌呈現係一個自由，同埋都唔知道下一步發生咩嘅一個未知狀態。佢話呢張牌呢係充滿無限嘅可能性喎，亦都可能會從懸崖上面跌落啦。咁其實佢抱住嘅心態就係船到橋頭自然直嘅樂觀狀態嘅一個牌嚟嘅。愚者牌啊，呢個係知唔知啊？皮皮豬。好啦，俾大家睇下佢個樣嘅。佢個樣係咁嘅，係啦。而且就係一個勇者無懼咁嘅樣嘅。咁因為塔羅牌呢，佢有分正位同逆位嘅。咁佢正位呢，其實就係解緊一個唔知道事情會變成點樣嘅。咁佢呢，表現出唔應該咁樣嘅觀念啦、常識同埋一啲世俗嘅眼光，束縛嘅一啲純粹嘅價值觀啊。咁佢會按照自己心意活動嘅心意嘅生活狀態，咁又
出乎意料嘅機會呢，亦都係從天而降嘅，或者有啲新嘅點子啦。咁呢個所謂嘅自由，都係講緊呢張牌有無限嘅可能性。咁呢個係講緊佢嘅正位喎。咁如果愚者嘅逆位係代表住猶豫不決、任人擺佈。佢話呢，凡事都猶豫不決嘅消極面呢，就特別顯眼。咁由於佢漫無目的咁樣持續遊蕩啦，咁佢嘅遭受定居嘅孤獨感折磨啦，無定居嘅孤獨感折磨。咁唔單止咁喎，隨心所欲嘅個性呢，都會被視為一個態度不負責任，咁甚至會令周圍嘅人呢都對佢唔信任啦。咁其實呢隻牌表示著識得拿捏自由同埋社會之間嘅平衡，都係好重要嘅。好啦，依家同你講第二隻牌，瞓着未呀，奶油豬。好，第二隻牌呢，最後就係一啦。咁呢，佢呢隻牌呢，就係一隻魔術師嘅牌嚟嘅。咁佢講佢呢隻牌呢，年輕又充滿自信嘅一個創造力。咁呢個男性呢，就好意氣風發咁手啦，舉高住一個魔杖啦，表情就好有自信嘅喎。咁佢正準備大展身手啦，喺呢個台上面同時有一啲宇宙嘅四大元素喎，有權杖啦、錢幣、寶劍同埋聖杯。咁佢四大元素都有齊嘅。咁佢係擁有一個隨心所欲可以操縱呢一切能量嘅一個魔術師。只要擁有呢一個力量呢，咁佢就可以創造任何嘅事物。咁都係話俾你知，萬物已經準備完成啦，係時候展現行動，時候嚟到提醒嘅一張牌嚟嘅。睇下先，咁下邊呢都有講佢正位同埋逆位嘅。咁佢正位呢，就話佢主動展開行動啦。咁佢話，咁佢思想呢，就係諗自己諗到點就點樣做嘅目標呢，意識好強烈嘅。咁亦都呢，唔需要等待其他人嘅支持同埋準備啦，就會自動自覺開始咁樣行動。咁內在對自己都有好堅定嘅自信啦。咁同埋都會成為吸引人哋嘅魅力所在，同埋佢都係一個好有說服力嘅魔術師嚟嘅。跟住下邊呢，就有講佢逆位喎。咁佢逆位就講話，咁佢淨係想獲得利益或者好處啦。咁佢逆位呢，可能就會成日都諗點解要咁樣做啊？佢話呢個諗法呢，模糊，同埋令到佢心有一啲迷茫啦。咁冇培養出呢個真正嘅自信心。咁成日都會諗一啲標奇立異嘅行為呢，令到周圍大吃一驚。咁或者係呢種心情嘅展現呢，有時候都可以解釋成為一個濫用同埋欺負人嘅一種低級嘅行為。咁佢逆位又咁解噶啦。好啦，呢個就係魔術師，俾大家睇下佢嘅魔術師就係咁樣嘅。佢前面都有一個係啦，權杖、聖杯、寶劍、錢幣，係啦，佢都係晒到四大元素。
先。奶油豬好似就嚟瞓着咯喎，瞓着未啊？奶油豬，好啦，再講多兩個牌嘅故事俾你聽啦。好，第三張牌呢係女祭司，咁女祭司呢代表住一個廉潔啦，同埋高貴嘅一個智慧嚟嘅，甚至呢，佢會隱藏住一啲緊張嘅感覺嘅。咁女祭司呢，就係頭戴住大地母神之冠嘅一個神秘女性，咁佢個名就叫女祭司啦。咁佢呢，又散發住一啲好純潔無瑕嘅高貴氣息。咁佢手持住猶太教聖典托拉，佢話呢一點呢，就可以窺見佢一個深思熟慮嘅聰慧人物。咁佢背後呢，有一黑一白嘅兩個相處，就令人印象深刻。咁佢嗰兩條柱就代表住男女、陰陽、光明同埋黑暗兩立。咁係意識同埋無意識等相對嘅兩者。咁牌面整體俾人呢，就係一種緊張嘅感覺啦。咁而背對嘅象徵呢，男性同埋女性嘅一啲姿態呢，亦都會呈現咗呢一張牌啦，亦都有一個高潔感嘅。係啦，佢背後有一個耶祖同埋一個石榴嘅姿態。佢最後背景嗰度，俾你睇下。呢度，咁佢亦都有兩條柱啦，呢度同呢度。係啦，咁呢個女祭司就有啲緊張嘅感覺啦。好啦，咁佢又分正位同埋逆位嘅喎。咁佢正位呢，就代表住一個智慧啦，同埋理智嘅感覺。佢話佢天生有智慧同埋理性嘅，咁好認真咁掌握問題嘅姿態啦。咁佢絕對唔會有曖昧不明同埋投機嘅取巧，因為佢有一個好崇高嘅精神，唔會過度關照或者探秘任何一方嘅事物。咁同時呢，佢都會俾人呢有一種好似容易受傷，一個纖細而有力嘅一面。咁然之後佢逆位呢，就代表住淨係睇到自己想睇到嘅嘢。咁佢呢話呢張牌所擁有嘅潔癖啦，同埋完美主義者嘅一面呢，係好格外顯眼嘅。咁都冇辦法容忍一啲骯髒或者曖昧不明嘅部分。咁或者就算你將佢切圖排除啦，咁佢就會可能用一啲扭曲嘅角度呢而面對現實嘅。咁如果以呢啲態度去面對其他人呢，挑剔批評對方負面嘅部分呢，就會變得好顯眼啦。咁相對於佢逆位呢，亦都係對比正位呢，咁就好明顯有一個對立嘅狀態。正位就好有智慧、好理性嘅，咁逆位呢，可能就會有一啲扭曲嘅現實啦，同埋可能比較挑剔同埋比較負面嘅。好啦，再下一版。俾你睇下奶油豬。咁再下一版呢，就係講女
受到愛啦、美啦同埋豐盛嘅一個女性嚟嘅。咁女王牌呢，咁好舒適咁坐喺一個大自然中啦。咁佢好豐滿嘅身材呢，亦都令人聯想到係懷孕。咁就好似大地培養植物咁樣啦。咁佢嘅結實呢，都係一般嘅。人類呢，都係孕育生命、新生命嘅存在。咁呢一張牌呢，亦都係象徵住源源不絕嘅生命循環，或者係從中產生嘅一啲豐盛。咁佢嘅禮服上面呢，繪畫住呢係象徵女性特徵嘅係石榴，咁代表住接受一切嘅包容力同埋不求回報嘅愛，帶來咗一啲繁榮嘅感覺。好啦，正位代表咩啊？咁正位呢，原來代表佢盡情享受豐盛嘅收成。佢話呢，佢好盡情咁接受啦、品嚐各種嘅豐盛啦、愛人同埋被愛嘅關係，令所有人都為之着迷嘅美麗同埋充分嘅收成。咁佢收成呢，亦都有指呢度係財富嚟嘅喎。咁絕對唔係貪婪啦，而係理所當然能夠自然接受嘅一啲收穫嚟嘅。係啦，都係一啲好正面嘅一啲收穫嚟嘅。咁下面呢，就講佢逆位。佢話呢，逆位呢，就代表對個性嘅一啲因為呢感到厭煩。佢話呢，呈現一個好豐盛嘅程度呢，過多嘅狀態呢，就會遺忘咗獲得其他人施予事物嘅感恩啦。咁佢會失去咗感謝嘅心情。咁生活呢，逐漸都會變得怠慢，魅力呢，亦都會逐漸減退。咁另外呢，都可以解釋成為一個唔夠豐裕，或者係渴望住一啲某啲嘢可能未夠滿足嘅一個狀態嘅。我有豬瞓着未啊？係咪就嚟瞓着啦？好啦，講得最後一個俾你聽啦，奶豬。講完皇后之後，下一個知唔知講咩呢？咁梗係講皇帝啦。佢話呢，皇帝呢，代表住一啲野心啦，同埋一啲統率力啦，同埋佢係一個組織頂端嘅一個人嚟嘅。佢話皇帝呢，就身穿盔甲啦，堂堂咁樣端正啦，坐就係皇室上面嘅一個男性啦，係一個之君嚟嘅。咁只要有人群聚會呢，就會產生社會啦，亦會需要一啲統領社會嘅人物。咁佢呢，正正係經歷咗好多鬥爭之後啦，實力同埋經驗都獲得承認嘅人啦。咁王座上面呢，羊形嘅一個雕像呢，象徵住12星座嘅第一棒。咁其實呢，你見到手執住嗰個就係一個牧羊座嘅標誌。咁代表住啦，佢好有野心啦、爭鬥心啦、領導能力嘅強勁。好啦，咁順便講一講啦，人類建構而成嘅社會啦。咁呢，男性特徵咁當然係皇帝啦。咁而女性特徵呢，就係皇后啦喎。咁就可以記住呢個嘅分別啦，即係男性同女性嘅分別。佢正位呢，就係解一個獲得持續性嘅穩定。咁佢話呢，正位呢，就係有一個好建設性嘅努力啦，
成功穩定社會群體嘅狀態。咁佢好有效咁樣統率其他人嘅，會發揮一個組織嘅作用。咁同時呢，佢都會盡自己所能嘅責任啦，令到佢嘅團隊更加團結、更加強。咁佢亦都會得到人哋嘅讚賞嘅。咁逆位呢，就係講咩呢？佢話由力量獲得一時嘅穩定啦。佢話位於頂端嘅高層人啦，以力服人嘅一面呢，格外顯眼。佢話獨行地推動任何事啦，同埋佢會係用一個唔合理嘅方式去對其他人喎，甚至呢可能為咗進行唔周全嘅計劃啦，會令到成個群體呢去變到好危險嘅狀態。咁呢個結果嚟講呢，就會造成同埋其他人之間呢有表面上嘅關係，信任呢都會一點一點被瓦解啦。咁呢個係正位同逆位都好大分別。咁呢個就係皇帝牌啦，俾大家睇下。皇帝牌咁樣嘅，咁樣嘅皇帝牌，睇下佢坐咗喺張凳上面啦。咁呢度有個白羊座嘅標誌啦，咁就着住一個皇帝身穿嘅袍啦，紅色啦，係啦，咁就好一個氣概嘅樣子咁樣嘅。睇下先，今日講到皇帝牌，咦，我有啲瞓着咗啦喎，你見？睇下你先，睇下豬。